任務緊急，我非見你不可。無論用咩辦法，都要揾佢哋出嚟。11月，天影號召各路英雄為正義而戰。原來你也在這兒。係啊，還有我。佢哋深藏不露，個個身懷絕技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少林高僧三搭絕技金睛火眼，短時間睇穿敵人攻勢。抗日烈士丁一山擅長隱藏身份，潛入敵方竊取機密。混蛋！俠探陸小鳳獨門秘技靈犀一指，手指能夾任何兵器。果然名不虛傳。俠盜鐵虎擅長以一敵十，身手不凡，令人無力招架。神偷孟剛絕技三隻手，透金又透心。你別走嘛！我先有要緊的事啊！英雄聯手，勢不可擋，捍衛和平，奮戰到底。天影群英會，11月逢星期4晚，天影經典頻道。